精进山里也是往昔诸佛菩萨获得纪念之处，并且是既无溃闹散乱，也无农业商业，远离凡夫有伴，与苗树朝夕相处，安乐无比。以清净泉水食天然树枝，会自然显现明清觉性，增上等时之处。那里既无怨滴，亦无亲友，是摆脱贪嗔之王国，知足众多功德之处。不必说亲自前往这样的寂静处安住，甚至想前去近处，仅仅朝此方向迈出7步的功德，也胜过于恒河沙数劫中供养十方诸佛的功德。所以这些里面呢，我们也可以理解，能够可以我们自己做得到的。今生如果是有这种因缘能够可以修持，是多么的殊胜。如果今生没有这种因缘的情况下，那就是我们祈祷下一世呢，就是一定就是有这种的一个机会的一个这样的机缘，经常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功德。我们就人不是有一种，就是正常人都就是说我有一个梦想什么的，对不对？都是说你的梦想是什么？那就都说我的梦想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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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这样的就是相当也是我们把这个呢，就是相当也是一个我的梦想是什么？我要去一个清净处，没有人打扰的时候，远离世间8法的一个地方，我就清净的修持佛法。那刚刚前面讲的一切就是一些大自然的一些好处嘛。那么就是相处也不要跟人相处，那么就是跟那些野生动物。那野生动物跟你之间的相处是那些修行人。那么在弥勒里边故事当中呢，就是这些他一开始修持在山洞里面的时候，那当然就肯定不是这样。但是他修到最后就是修持的时候，就是他每次唱道歌的时候，也是很多的野生动物都是跑到他的身边来听他的道歌，都变成他的弟子一样的，都是有这种，就是因为相互没有任何的伤害的以这样的因为菩提心跟慈悲心的力量就是这个样子的。动物跟动物之间呢，就是一种灵性本身就是有嘛。另外呢，还有一个我们过去那个文革前的改革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很多的修行人都是被打的打，被杀的杀，被管的管，都是有经过这样的一些时代嘛。那个时候同样的就是也我们左清寺的一个分寺的一位堪布，他的故事里面有讲，他也是那个时候经过很多次的那种怎么说呢，叫什么那个批斗招打。然后呢，有一次呢，就是又一次的那个批斗大会里面呢，就让他杀一只羊，他们就是拿着那个木棍，让他就是敲打那个羊的那个头，然后杀死那个羊。那他呢，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下定了决心，所以他就说不要杀那个羊。他是作为一个修行人，作为一个出家人，那就是是杀生，他就是不会选择做这个杀生的这个事情。然后他呢就下定了决心，但是呢就是其他的那些工作人员呢，就是有打他，然后拖着他，然后拿一个绳子，羊的脖子跟他的脖子都是用绳子绑在一起，他的脖子绑在羊的那个脖子上，然后就是又打那个羊。打那个羊的时候，按道理来说的，羊是一定会跑的，对吧？跑的话呢，就是可能是会拖着那个师傅，或者是师傅拖着羊的，反正就是两个都是脖子嘛。但是就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呢，
其他的人怎么打那个羊，羊都是不会跑，羊都是一直就是靠近那个师傅，一直靠近师傅，身体就是不离开师傅的那种。就是动物的灵性，也可以说是菩提心的力量，对不对？因为师傅本身就是很有菩提心，很有慈悲心，然后不想伤害那个羊，然后就是要放弃自己的生命。那你想一想，一个出家人，一个修行人，今天为了不杀生，放弃自己的生命。那我们其他的有一点点，就是同事之间的一些的摩擦，跟金刚师兄之间的一点点的摩擦，同学之间的一点点的摩擦，能不能够放得下？如果连这个都放不下的情况下，那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修行大概到什么样子的程度。那我们的修行的程度没有到哪里的话，那是不是我们继续就是越来越不好？这不可能吧？任何一个人再笨也是一定要知道为自己要越来越好，这是肯定所有的人都知道，除非是完全就是那种怎么说呢？一个怎么说呢？疯子，那也许他也可能是一种他自己的选择的状态。你跟人家讲，人家说你是疯子，他都每天都讲我没有疯啊，你才是疯子啊。但是他也是肯定是会，就是以自己的方法来说的话，就是他也希望得到对自己最好的这样的结果，这是希望是肯定有的。所以我们这个修行人，那为什么修行上一定要重视这些？当然现在的这个时代里面，很多的上师，很多的佛教的学者对大众的开始的时候，已经到了一个不要在法座上做开始，平常坐在椅子上开始时，好像就是大众才是最结束的一个这样的时代。现在做一个佛法的开始的话，也是从一开始从实践法。哇，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善事是什么？最大的善事是什么？学校、医院是最殊胜的。那可能讲一个做一个佛学院，或者是那就是很多人都听得进去的一个这样的时代。那讲法的时候也一样，很多人都说就是很多比较重要的，相当于就是让他们讲到一些放下这些，那肯定很多人就不喜欢听，所以就最好不要讲。很多的讲法的上师都已经是有这样的想法跟这样的一个开始，都是要这样的一个把它转变成这是一个最简单、最普通的，才是大家都听得到的。但是这个是不是真正的我们要得到解脱的一个人的知识？那不对的。我们要得到解脱的一个人的知识来说到，无论你做得到跟做不到，这就是完全一定要知道自己做不做得到。但并不能想这个好像不太适合，不太合理，没有这样的想法，不能有这样的想法。从合理方面来说到，就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讲的就是四谛法门当中，第一个就是讲的就是苦谛，苦寂灭道，对不对？对。所以苦为什么讲？让我们知道轮回是苦。虽然我们知道轮回是苦，那我们必须得严厉这个轮回嘛，对不对？那我们没有这个怎么说呢？那个苦的介绍的话，我们还是知道轮回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嘛。人一定会知道人生是很好啊，那就是求生那个怎么说呢的愿望就很大嘛，对不对？但是呢，最主要呢就是我们不知道下一世，我们不知道生生世世。还有更恐怖的地方，地狱恶鬼我们都不知道，而且一次下一次地狱就可以能够全部圆满了，那也不是没完没了的继续，就是一直不断的轮回，这个才是最大的最可怕的嘛，对不对？但是这个都不知道，所以我们求解脱的人来说到，就那按照完完全全就是佛陀所讲的，我们放下的就是要放下。
能够可以在行持的，必须得要行持，不然现在呢，就是很多的佛教的学者也是现在就变成就是传法的时候也是不要坐在高高的法座上，社会大众应该会比较能够可以接受。但实际上来说到传法的上师是必须得要坐在法座上，这就是为法的这个尊重那个是并不是说是为自己的一个地位的象征这些根本不是这些。但是任何一个法会上有就是一个主法上师坐在法座上跟传法的时候就是传法的上师坐在法座上的，这些都是为了法的尊重提高法的尊重性、珍贵性，这都是传承意识以来都是一定要有的。而且呢，讲的这些里面来说吧，也是相当我们今天所讲的一样，严厉这个，严厉那个，然后放下这个，放下那个。现在很多的这个佛教的学者都不敢讲的事情，为了社会大众能接受，所以要讲快乐的，讲的越快乐就越好。你修持修得很好的话，就是才会得到解脱，或者说你修持修得最好的时候才会得到快乐。哇，那大家都特别喜欢所谓的快乐，然后解脱好像都不怎么是解脱什么？解脱是不是就要马上死了？那我就不想死我就是想要人生上很快乐。哎呀，你这样就是修的话就是很快乐你就就是怎么说呢，很开心那这样讲的话，大家都觉得很舒畅。所以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社会的怎么说呢？那个所有众生的智慧就是在这里，福报跟业力的关系，所以智慧就是这样的一个程度。佛在《业等经》等经中说：居于深山圣境处，一切微语皆为善。在哪里虽然没有刻意精进行持行善，但自然会升起厌离心、处理心、慈心、悲心等一切正道的功德，一切行为也自然而然全部成为善法。在仙乐之处，随竭力制止且难以阻挡的一切贪嗔烦恼，到了寂静处就会自然减少，相续中容易升起诸道功德。这些是成定的前行法，因此也是至关重要、必不可少的。今天我们就修到这里今天我们这个是禅定的前行，非常非常的重要，前行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禅定很重要嘛，对不对？对。所以就前行也很重要，所以就到下礼拜六之前呢，就是大家一定要思维。而且你们每次有讲完课以后回去有没有看书有些人有看，那么大部分人应该没有看吧。最好要好好看一下，看1次、2次、3次、4次，主要是不用看其他的书，看这个今天比如说今天讲的这个课，要看完以后自己就反复的思维对照跟自己的行为跟想法跟这些对照，这样才是真正的有用的，好不好？自尊自恋着看着我